主厨好时刻哦，阿龙哥，怪喜料理，怪喜，今日做的怪事怪戏呀，叫做紫苏海苔松板猪。紫苏海苔松板猪，哎呦，酱金用最深呢，好酸哦。冻我是的，真紧冻我先讲了得，哇，黄金6两。阿妹爱哦，你要看到了是。我去做，这把去做，这田给买主牛讲，给得6本啊。哎，你看一天来46个啦，买切一本去试哈。那个上嘛切得帮我试试下，你当下小豆腐是上的呀。哦，我想你家家是有问题还是做？没，那种问题啦。你要得啪啪给面哦，应该落那半条。没啦，你吼，按照怪事，怪事吼，你看你啊，我要炸好吼，因为我对糯米啊，对萝卜炸的，莫须葱转移啊，你要用2礼拜哦，2礼拜还得按酱，要不用2礼拜诶？2礼拜，我冇便宜，人家还有毒葱啊，系啊，你啊用嗰種嘅濕嘅嗰種嘅餐巾紙啊來包起來，莫用保具啊，說白未？用兩餐巾紙來包起來，用嗰種嘅塑膠袋啊，你莫打死結咯，要活結有啲嘅空讓它呼吸，哦，2禮拜呢？2禮拜啊，你2禮拜，寒凍醬吼，係啊，係真緊，佢係照，你是來浸變水，未做得，還沒做得，哇塞，2禮拜啊，兩個怪事，你也可以試啊，買到先你要得養筋肉啊，先來煮，10個，10個，好，你先來10個，因為啊，你一出啊，我學比較異國風，韓國啊，我學下唔會按油來講，因為啊，你一得進油啦，故所我配一點其他的，10多全熟哦，剛才切本身你唔敢食咧，你啊鉗蓋來鉗起來，10哦，來10個，唔是不用麻芥哦，好，唔是不用麻芥，好，你啊過嚟出，麻煩你讓我切，切，細啊，切細，切細啊，不用你水滴擺，要凍油的哈，馬步要站好。我來切怪細，虎哥真緊刀工不錯呢，深藏不露，難怪佢係勝利安好啊！就只會拿刀而已。你怪事啊，其實啊，你炒鵪鶉啊，是最好食。有冇怪事來炒鵪鶉啊？我記得我細時候我咪怪事啊炒田螺。炒天螺未做得啦，可是佢有共通點哦。你講天螺，然後嗰種誒鵪鶉啊，佢係炒熟，它煮熟，它可以壓它的腥味。你講有落去啊？當佢冇食怪事嘅呢，紫色的，依家都是沙西沒有食到強色的添，佢少食到紫色的。日本料理養肉啊，你都看未？紅豆啊，你就來洗澡，來洗澡，從那一批批來洗澡，來洗澡吼，那咔咔的啊，它就是紫蘇的粉，叫佢凍酥脆，來把它擠壓去，來撞起來，它就是紫蘇的粉。好，你做得做班，未做得啦，韓白做料理的時間，你有冇咩講營養？貴年頭是年有啊，它還是有季節啊。今日天的時間還少，好。你一田較少。嘿，好，你下，再個切吼，你下再個不用啲啦。好，來出灶來，來怪事啊，來肉來切肉切細。我有光。其實佢係一種嘅香料，像叫起千插樣，起千插啦，辣椒啦，然後甚至係一種香料啦，不是，有味道懂特殊啦。嘿，你總得從炒香菜、炒怪事、炒豬肉個食唔得啦，咁唔好食啦，個炒起來咪糊糊，不參與喎。係啊。那高麗菜所而且按有吧？有。我咪檢查哦。哎呀，煮要注意叫哈。該差不多煮
差不多7分钟左右，安是做得嘞。7分钟啊。哎，香菜啊，按台湾怎样呢？凤菜是这啦。过后春钱当贵。凤菜锅要生肉。嘿，肉没贵，物价没贵。因为凤菜锅菜比肉还贵啊，咁样生肉啊。好，香菜啊，呀，我切掉了辣椒，你也是下醋的。好，你也是下油的。来烤的，吼。哇塞！按功夫的啊。你下酱啊。你要切辣椒的好处是的哦。切到熟啊，因为唔滴。哦，叫我缝噻。哎，因为按消极喏。可是哦，按西兰人哦，切辣椒一定要洗熟洗到强强。冇用，贵年是当干苦。当干苦，当干苦。古上我怎冇停切辣椒自家切？节目是讲到你啊，总得十个讲下去嘅。好，按你下。呀，做得嘞，来烧蒜头鱼，能有火吧？有火。哇哦！你看你就懂相声。先生，请问你要吃几分熟？这猪肉还用讲吗？当然是全熟啊。你好嘞。好。你得哦，紧紧讲。冻酱，非常非常的优质啊。好，那你下，等一下吼，滚酱头看一下，我哋要先挑米。哦，要做酱料啊？哎，你要拐丝啊，不用去。好，海苔酱，海苔酱，你试过吗？你唔係，迄個攞去買嗰種乾條嘅冇？哇，太好喎！冇啊，嚇嚇嘅嚇。好食哦！寫咗幫助嘅嗰種啊。弄下異國風味，所以講嘛，所以日式誒。日式。冇打爽啊。客家人啊，係權強，不是小氣。不是小氣。人家都建盟，还得好好澄清一下。不是小气，就搞怪事啊你。哎，冻香哦。我感觉少水。那少水哦，下落去开啦。开菜酱啊，该百货公司啊，也系该超级市场又春钱又买。真紧啊！生意同好啦，生意是做到同好。你自家做嗰種嘅飯團啊，你咪做啲家啲啦。哦。吐司麵包咪做得。好，皮看看。唔是都碎碎哈，就都是有發回來就好嘅哈。唔是，你也不用得胡椒粉。有誒。好，這個不用得鹽。香油，我哋有冇同樣咯？好，你啊，按表面。好來，你嗱，我哋切肉。哦。少少呢？我跟你幫我。你睇下，係你睇下，我那邊用刀子嘛。哦，做得。好，我哋啊慢慢的切哈。好，你啊從你按台地啊，你先嚟去，按到改，改刀，然後按到逆紋切，然後按到順紋有很多啊，你一挑一挑，然後按到順着紋路，然後一挑一挑，係按用切啦，
安切啦，比较会卡牙缝，很好食。哦，两样切是会好食，两一袋一袋，哇，美味哦。哥，哎呦哎呦，两黏米哦，黏米哦，两嘟嘟红，好吃好吃，两冻鬼的，冻鬼吃汉堡啊，哎。因为俺现场当导演呐，你啥不一定。我等下我摆盘啊，嘿，等下来切你的摆盘嘛。好啊，来，好，你收来吧。是啊。好，我用来煎盘好了。哦。冻厉害呢。越切越太低啦。啊？好，做对了，做对了。真的啊？哎，这个按钮切到。太对位。哎，阔气一点。那盘冻龟呢？看在这块肉的面子上就贵了。哎，你按多年哦。冻六行是那种的。古色也真口冻豆。系啊，真口冻豆啊，太多都没冻豆，我还给你准备冻豆。哦，听一眼了啊。哎，我先食看看地吼。啊，先吃米头呀。哎，就很爱这样，哎，太好了，品注色就按你后出。冇重要吼。意想不到的味道。好，你下豆嘞。呀。你讲嘅创意没做对啦。再个结合客家呀元素啊。人家怪事，哎，怪事啊！哎，客家种，你要芹菜种水哟，哦，哎，真紧啊！该唔係季節啊，賣唔到啊，手把咪，你有傳真落來哦。偏要客家，哎，因為記得了也讓送給粉絲團啦，讓他講，哎，我不卡要，唔值錢啦。你要係種鬼 Q 甜的啊！哎，最近啊。冇啦，cái芹菜種啊，是凍豆，是凍豆，紅的，你最近當紅色，好，當菜啊，你按豆咧，花蠟筆薄咧，好，อันนี้เนี่ยกินไป怪事。海苔松板猪，谢谢。开动！紫苏海苔松板猪，先填姜筋肉汤过以后切泡泡的，玻璃菜、怪时、辣椒切细细后泡冷水，填切好的怪时加到的糯米浆、有副材料的香油、水、盐做成酱料。之后用玻璃菜时姜筋肉填怪时摆盘。清淡果将不用加下做好的酱汁，安尼好食的紫苏海苔松板猪就做得掉上手喽。